黃偉文的前因後果。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個人意見。時人愛講運氣，梁振英係咪時運不濟呢？一個星期之內兩大打擊，先係佢嘅5C14局議案喺立法會打尖，理論上應該手到拿來啊！點知禍起蕭牆，衰喺自己友葉劉陳茂波嘅手上。胡錦濤嚟主禮，新政府冇得呼添影相，已經心有憾然啦。點知福無從至，禍不單行，又爆出佢嘅僭建醜聞。當日特首競選期間，唐英年嘅堂公僭建，酒池肉林，搞到 CY 瞓緊都笑醒。不過中國歷史係講因果規律嘅，一個政權點上台就會點樣下台，一個人點成功就會點樣失敗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佢嘅子孫就為司馬懿所挾。趙匡胤冇欺負周家嘅孤兒寡婦，所以可以保存後代。朱元璋和尚稱帝，佢嘅孫被逼做和尚。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自殺，佢嘅女都要當尼姑，可見朱家欠咗佛門，子孫要做和尚尼姑嚟還債。仲有滿清孤兒寡婦帶住400萬人入關，統治咗4萬萬嘅漢人，到最後結束都係孤兒寡婦帶住個小包袱出關。中國歷史裏邊呢啲事件數之不盡，只怪梁振英只讀馬列唔讀歷史。易經有火雷噬嗑一卦，孔子對佢嘅初九爻辭提出咁嘅意見。佢話：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請，小情而大戒，此小人之福也。孔子話：一般人冇遇過難堪，就唔會發現自己嘅缺點；冇所畏懼，就唔會做個好人；冇好處就唔會努力；冇懲戒就唔會改過。所以少少懲罰反而係小人嘅福氣。小情而大戒，小人之福也。呢個係孔子讀易經悟道嘅道理。希望梁振英識得欣賞，主理香港前，上天俾佢一個祝福，唔係詛咒。